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集，第一位是《箴言》第3章第5节、第6节，第二位是《腓立比书》第13、14节。歹势，咱来读。你着专心好耶和华，毋通家己的道，伫你一切所行拢着定义，你要行你的路，我无家己做一定得着，道全部一项，就是每日后天的事，你以头前的事，按所插的表来走。依着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如果徛伫讲台顶，大家来分享。我甲大家报告吼，我后礼拜嘛徛伫讲台顶。毋过是做师会啦吼。好，咱三个来祈祷。我的天啊，爸爸，阮感谢你。享受阮今仔即个时间，阮遵守即个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也求你保守阮即段时间的分享，互我所讲的，互听的兄弟得到帮助。阮来恳求感谢，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好，我今仔日要向大家分享即个主题吼，叫做伫人生的道路上啦吼。其实这题目伫去年年底就已经定吼。毋过定这题目要讲啥我毋知吼，因为这题目真宽嘛吼，所以安怎讲拢会使吼。毋过我咧思考的时阵，我其实心头有2个方向吼。头一个方向就是讲，因为我拄好咧去年年底去手术嘛吼，射物线的这个手术吼。迄段时间受过真侪兄弟的关心吼。伫迄个时阵，我才发现讲，原来有遮尔侪人吼，有即方面的这个需要。所以，阮当时差一点啊。要从这个人吼组一个小组，叫做射护线小组安尼吼。这头一个方向，我思考有要分享这样代志无吼。第二个方向就是讲，我想要来分享我家己本身到这个坎站来回头来看家己的一生的这个生命历程吼，有一寡感受来向大家分享。我咧思考这2个方向吼。尾我想讲，我愈来愈相信一句话吼，就是讲，当咱若愿意翻头来算小上帝恩典的时阵，伫迄个是咱的信心嘛，咱的信心其实会定心来点导，咱的信心会愈来愈大。即张图，旧年有上过即个自传书写作班的兄弟，应该会看会出来吼。即张叫做生命的曲线图，这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哦，你若家翻头去看的时阵，你拢会当看到咱的生命有高潮有低潮，有快乐欢喜，嘛有悲伤艰苦的时阵哦。所以迄一条线，有高峰有低谷哈，有得意，嘛有失败。真侪时阵，咱尤其你低谷，也是你低潮的时阵，咱要怎讲？代志发生，过咱伫迄个时阵，咱看袂出上帝意思是啥物？我想兄弟拢有即款经验吼，甚至会问讲即件代志哪会发生伫我的身上？过咱渐渐时间的经过，咱会发现讲，迄个答案都慢慢都出现啊。你迄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无拄拄感受会到，所以有的恩典是迄个时阵咱感受会到。过另外一方面的恩典是咱经过几多年以后，咱才会当了解。所以咱定心。来经历家己的生命的即个过程的中间，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讲，上帝的手其实袂捌离开咱，真的，上帝的手袂捌离开咱，大家有同意无？有同意吼。其实即句话嘛应验伫我即个时阵，应验即个时阵吼。安怎讲？其实我今仔8点50节入来教会嘛吼，有较赶，时间有较迫。坦白讲，我入来教会，甲头拄仔要上台进前，我人
无讲介爽快，有迄压力哦。啊，佫徛在讲台顶以后，看大家哇，心头就开啊，你知无？心情就无共款啦吼。所以上帝的手其实袂捌离开咱爱会记即条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伫顶礼拜拜二啊，去参加一个叫刘梦德大哥，伊咧做 podcast， 就是敢有声无迄画面啊，无迄录影的。我哪会熟悉伊呢？就是旧年咱教会有即个自传书写作班吼，伫迄个海山教会因嘛有办，我是伫海山教会办即个自传书写作班的时候，甲伊熟悉。这人不加注意哦。咱敢有听过迄个不老骑士？有吼？不老骑士听伊讲啊，已经11届啊，11届吼。伊参加2届，佮桥倒摆吼，安尼环岛吼。伊今年79岁，79岁吼。真活泼咯。因为伊有参加即个自传书写作，伊有甲讲吼，伊甲大家分享，伊对60岁以后，伊每一年啊，拢有一个计划。而且迄计划种足具体的计划，好比讲，伊旧年的计划吼，就是去澎湖吼 long stay， 毋是去游山玩水哦，要找一个机构吼，去甲因斗3工，打工换宿。我感觉即款足趣味吼，毋免做啦吼，你一年掠一个目标就好啊。安尼有真侪回忆吼，我感觉足好诶吼。所以就找顶礼拜二找我去录音嘛吼。就是要讲每一人的生活即个过程哦。讲，我感觉哇，心内有真侪会感动吼。我嘛听伊的，伊嘛听我的哦。两个人讲1点钟吼。我咱今仔吼，我感觉拍算要讲20分钟啦吼。其他若有其他的机会，再向大家分享。我的感动就是讲，检采上帝咱经过吼真侪无共款的即个经验。过即个经验吼，的目的，我的感受就是讲，伊要互咱成做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啦。你若无经历遐个代志，你本身就无故事啦。我记一个咧吼，你若对一个吼，你从来毋捌失恋过的人吼，你的朋友失恋啊，你有法度甲安慰无？真困难的，因为你无失恋过嘛吼，你拢真顺利对无？交一个女朋友我就结婚啊。你免甲伊讲失恋的代志，小常的，若咱的生命无经历一寡较无共款的经验的时阵，咱嘛真学去共关心的。咱讲上帝照顾你我替你祈祷，差不多跟咱讲安尼尔。过咱若有经过真侪故事，咱会当去帮助伊，帮助伊。所以我想会讲要讲社务线即条伤细条啊咱讲较重要就是人生的一个回想甲检讨我伫真细汉的时阵其实真内向真避暑真害羞毋过小学的时候成绩还阁袂歹差不多每一学期拢第1名我伊阁较早大嘛比较早熟所以我较大汉老师看讲你伊阁老对无？功课阁好就叫你做班长。想看觅即个内向足害羞的囡仔去叫做班长，哇，这挑战真大嘛所以我就用我妈妈讲妈妈，你甲迄班导师讲啦，讲莫啦。我安尼足紧张的我妈妈嘛真正去甲班导师讲咧迄老师就讲毋是啦，你妈妈，我甲你讲囡仔做班长是足好的磨练，对囡仔的未来有帮助。你有听到关键字无？叫做未来啦未来有帮助。你迄当下的确有一寡压力好，国小安尼过到国中的时阵，功课还阁会使虽然无差小学，逐期拢第1名，过功课还阁袂歹，算是前段班那咱这年纪差不多，知影咱阵国中有分班啦有迄叫做升学班有诶叫做放牛班嘛放牛班阮就是咧准备要考试诶啦迄阵学校拢会准备这个联考诶模拟考，我逐抓考拢考前三志愿的
迄当时的前3志愿就是建中啦、附中啦、成功前3志愿。啊，所以真正要考高中的时阵哦，填志愿表，即我甲旧年阮大家分享过啊，我甲填3个，我填3个，其实有足侪会当填啦吼，差不多6、7个会当填，我填3个。爱交迄志愿表的时候，老师讲，你若甲填3个，我讲我大概拢考前3志愿，我填3个就好啊。老师说不行，全部都要填吼。啊，加在吼，我全部都填了吼，才考上复兴高中，就是安啦，考试哦会失常嘛，无迄个正常发挥，所以我咧想讲哦，如果迄当时吼，迄当时我若无听老师的话啊，我检测就落榜啊，叫做高分落榜，你知道吼？所以你想，咱生活中真侪有即款代志，就差一点点嘛。迄差一点点嘛，其实就是上帝真温柔的一个保护。有即种经验嘛吼？我差一点点就啊，坐袂着火车。我差一点点嘛就安啦，有无？伊差一点点嘛，咱看甲无啥物。其实这一点点嘛，向你保护咱上帝。哦，伊甲伊吹较紧的，再吹较紧的，啊，你火车就坐会着。啊，甲伊吹较紧的，你就会负。OK， 好。啊，这是高中哦。到高中的时阵哦，哇！甲国中的时阵完全无共款，即咱大家都有经验哦。国小、国中老师拢甲伊管足严的，对不对？我毋知别学校是安怎，我迄阵的复兴高中都无要管你。你功课要写毋写，恁兜的代志吼。啊，你有要上课无上课，你恁兜的代志。哇，完全无要管你，足自由的，哇不得了。所以我迄阵就开始无读册啊。啊啦，开始参加社团。我当时参加2个社团哦，一个叫摄影社，一个叫吉他社。摄影社就是啥，教你要安怎去上，要安怎去做迄个构图，要安怎去调整光圈，即摆拢免啦，即摆手机拢会使啊，去摄影社。吉他社呢，我较弹就弹一首，叫做竞技的游戏。大家若学过吉他的吼，就知影这一个头一首。我咧学2档吼，较弹就弹一首。因为过不了关啦吼，所以就开始啊，哇不得了，无啥咧读册，就拢安尼啊，当你甲社团哦，去办活动，去参加活动，所以我就安尼一段时间拢无啥咧看册吼。到高中2年级的时阵，我有一科叫化学啦，化学，因为我迄阵读自然组啦吼，化学，即科吼为学期开始到学期结束哦，不管大考小考，无甲一届60分的，拢是红字，知道无？所以我想讲，我安尼考试这成绩遐歹，是要甲人考大学，对无？拢不及格啊！所以我高3的时阵啊，为迄自然组转社会组，头一年去考大学，当然是考无掉，因为你转1年尔嘛吼。二来是阮迄个年代吼。大学的录取率差不多20-30%，所以考不掉吼，你迄当时来讲叫做蛮正常的啦吼，因为多数人拢考袂掉吼。我就去补习，到迄重考班，发现讲迄补习班的老师足厉害的，足爱讲笑话的，笑甲大家足欢喜的，时间念了过今天下课了看笔记的拍开，全部都写笑话重点拢无啦，老师拢咧讲笑话安尼。经过半年以后，我想讲哇，惨啊！我安尼搁笑落去吼，半年以后去考大学嘛，应该是考会掉啦，可要考较好可能有困难。所以就开始想讲，我爱想办法到底要安怎来准备？剩半年我爱想办法，看要安怎来准备开始去研究这读册的这方式，结果我伫祈祷中甲上帝请教我想一个方法，真奇妙，叫录音学习法。这张相片要找到真无简单，因为这个录音机就是阮那个年代录音机这个样子。以前的录音机就是遮大台，你也是用迄个卡带对。因为我要想就是讲，你社会组比较拢爱用记的嘛，你要安怎记好，就是较食读的，会当复习的次数多一点，安尼你记了会当较清楚，考试分数会较悬。我就安尼想所以我开始历史地理的课本专门去买新的，顶悬拢干干净净。
啊，然后阁买几本参考书、考古题的，我就将遐参考书、考古题的遐题目，我就甲标示在我那个教科书顶管。啊，所以变成我看的拢是要考，你知无？其他无重要我拢跳过去。啊，整理了以后，我就开始甲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愈读就愈熟，对无？所以上煞尾，我会当1点钟将一本历史啊、地理全部拢读了。愈读愈紧读啊了，录好啊，然后我就毋免阁现规个课本啊，我就目睭闭闭放迄录音机，录音机就开始讲啊，对无讲。啊，你讲的时阵你的脑海中迄个课本的画面就出来，因为是你家己录的嘛甚至有一寡地图、地理拢爱画地图，我家己画画，地图嘛出来啊，足奇妙的目睭闭闭1点钟一本就读了，总共嘛无几本嘛所以我咧大学联考进前我比人咧复习的次数加几落倍，所以记忆会较好，会较清楚。所以我尾仔才发现讲，哇，原来这部叫做啥物？叫第一性原理啦。我尾仔才知，我咧做这样代志，我毋知，讲这是啥物原理。尾仔才知影讲是叫做第一性原理，就是伊简单讲是解构，拍开伊原来的结构。所以我就拍破迄个教科书的结构。我无要读教科书，我要读考古题啦，考古题，拍破以后重新建立，录音了就是重新建立。所以感谢主我会记我迄年考大学总分是365分，365分，历史甲地理加起来180分。你就知影我其他的科目偌差我感谢上帝我历史地理摕分数真悬。尾仔考试了，我甲我妈妈讲，妈，你给我1年的时间，我保证我考上台大。我妈妈讲毋免啦，有好好读就好啦。毋免去考台大，因为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嘛。所以你社会组你读啥物？读历史、读地理、三民主义读国文都读遮嘛。遮当然当用这个方式来准备好，我上大学以后，我读的是辅仁大学气管系迄当时辅大真重视英文所以我读的是气管系就企业管理系个课本本来加国文课是中文，其他全部用英文。哇！所以阮同学彼此就咧讲，咱到底是读气管系读外文系经济学英文财务学英文。会计学英文，统计学英文，微积分也来英文的，全部拢英文所以伫我大一的时阵，我就变做无啥爱读册因为看无你知无？逐工若要看课本，都爱去翻字典，哇，真麻烦毋过就是因为讲无爱看教科书变做我养成另外一个习惯就是看课外，看外口的册。我当时真爱看杂志上悬的记录我订杂志会当订10本真侪即摆拢无看的。你敢有听过雄狮美术？有有听过对无？表示咱年纪差不多，就是讲，因为这个杂志即摆无伫的读者文摘听过无？有读者文摘即摆敢有？嘛敢无停刊了嘛所以我订过的杂志即摆拢停刊了。有一本也袂停刊，《天下》杂志。现在还有。即摆叫做双周刊啦。天下》杂志，我民国71年去读大学嘛，所以我会记，伊嘛是民国71年创刊。因为《天下》杂志我是为第1期我开始看，我拢看遮，你知无？因为遮拢中文我看足爽快教科书拢英文而且阮咧会计学都较食力，不只是课本是英文，老师出题目嘛改写英文。按过教阮会计的这个老师，伊的英文并无标准因为是去日本这个留学的，所以伊迄是叫日本腔的这个英语好所以我就变做去看这物件无咧看课本嘛因为安尼所以我喜意订杂志来看，也喜意买册。毋过我买册买真侪
阮厝诶2个书柜啊，真侪册，啊，佫真正看过吼，坦白讲也无偌济啦，大部分拢买来囥诶，所以阮内管哦，捌甲我讲一句话，讲啊，你买遐济册，啊，佫创一个书柜吼，你做装潢啦，啊，你不如搭壁纸好啊啦吼，爱搭较紧啦吼，看你要搭几本拢有对无？啊，你买册都爱做一个书柜，啊，我买册一本囥吼，对。啊，所以有你几年前我徛伫我诶书柜头前，咧想讲啊，我对遮个册吼，实在有一个愧疚感，敢若对有一小仔欠缺。安怎讲？因拢陪我足久诶时间吼，上久诶抑佫有30-40年以上。啊，我呢，我无真正甲因对话，因为我无甲看嘛。我若要讲即本册袂歹，人介绍我就买吼。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对有一寡亏欠。啊，想讲啊，我应该甲因看，啊，不止看，我应该做分享。哦，所以我差不多伫4-5年前，我就开始啊，我伫 YouTube 哦，我就做一个叫做林志成老师 Open Book， 哦，我就读册，真正读册哦，吼，读了以后分享，啊，差不多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录影片哦，放伫即个网络顶悬，啊，到目前为止差不多80本啦，差不多80本啦吼。啊，做即样代志，毋是讲人咧网红咧。哦，大家咧追求迄流量，讲偌济人咧看，重点毋是这吼，重点是一种回应上帝帮助我有即款学习的即个方法，啊也回应讲我对知识的即个期待。OK， 好，啊，这兴趣讲了以后，讲工课吼，我咧职场的时间哦，带上久的就是德恩堂眼镜啦，我差不多带10年的时间。也是我上怀念的时间，啊嘛真感谢这个经营者吼，因到旧年为止3不5时办活动，还佫通知我去吼。啊，佫我坐迄个区叫做退休员工区啊，伊分几啊区啦吼，有迄个厂商代表区啦吼，退休员工区啦吼，那个叫资深绩优员工区啦吼，啊我是坐迄位叫做迄区叫做退休员工啦吼。我咧少年的时阵，差不多民国80年的时阵，我对公司提出一个叫做8350的计划，835控的计划，就是讲到民国83年的时阵，公司达到50间分店这个目标来做计划吼。啊，虽然到上煞尾，这个计划无完全完成啦，完成一部分安尼。啊，过透过这个过程，我会当去感受迄个公司的这个主管。也是讲公司的头家的一种信任甲鼓励吼，所以这变成我心内一个真深的一个印象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吼，就是讲我迄阵还袂30岁吼，过我迄当时吼，甲年长的人要开讲吼，我真后开讲吼，所以迄董事长，倒一位是董事长的，恁看的吼，就是倒趣面第2个，读到顶悬头毛上少迄个吼，迄是董事长吼。伊甲我真话讲咧，真话讲，伊定定找我去伊的办公室，就开始讲伊你即摆咧想啥物？吼，你也甲回应嘛，吼，你免干拄仔听对无？加在吼，我较咱讲嘛是气管系毕业吼，所以功课无好吼，概念还佫有啦吼，所以我甲回应吼，伊听讲这狗囡仔嘛袂歹咧吼，我甲讲的代志，伊既然这个球打出去还能够接得住吼，伊算讲袂歹。所以我就慢慢听讲伊的心内的期待，伊的想法，伊嘛迄个时间，当时伊开车载我陪伊去开会，去外口开会，真趣味吼。老板开车，我佫会记，伊开的是奥迪的，4个圈圈的吼，奥迪的。伊开车，我坐边啊，我就负责甲伊开讲好，去陪伊去外口开会。所以我渐渐知影讲伊头家来。期待是啥物？所以我就开始将伊的想法甲整理出来了，提出一个8350我想这是我伫职场上一个真印象真深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到2002年的时阵，我就开始有一寡想法。歹势，我就想讲，我无爱搁上班我就想要来去做顾问吼。所以我就先去中国生产力中心，大家应该听过这是一个培训的中心，去接受1年的这个培训
其实我准备做顾问的动机嘛真单纯，因为我想要找一项会当做足久的，毋免朝九晚五的，甚至讲毋免退休的工作，想来想去就做即道，做即道，所以我真早就无打算要退休啊。毋是即摆才想讲歹退休，我少年时阵也讲找一个莫退休、毋免退休的工作。另外我家己已经有10多年的即个服务业的经验，所以我想讲做顾问应该是无问题。毋过真正去做顾问以后，才发现讲其实做讲师较简单啦。讲师就是人邀请你去了，你讲完你就走了，无代志。做顾问是的，顾问要参与因的运作真复杂。都毋是讲即个顾问有厉害无厉害，一件代志咱决定。其实影响的即个因素真济迄当时我拄着迄个叫做零售业一个大师级的老师，叫做李梦溪你看即个相片内底第一排中央迄位，嘛是头毛较少迄位所以发现讲头毛少的人较有出头咯对，第一排中央迄位李梦溪老师，迄当时伊算讲。伫零售业这方面的顾问算是一棒的。我透过关系介熟识了后，就诚做伊的学生，开始3年4个月学习，真正3年4个月。即摆人你学你学习无人你做3年4个月，看当3礼拜3工就通解决，毋是伊就慢慢来，伊慢慢来安尼。为头就开始学从零开始，他们讲真辛苦。因为以前咱咧读册拢读理论啦，过伊咧讲毋是理论，伊讲的是实务上的代志。这对我来讲，我拢毋捌听过。所以变成你从小学开始学会晓感觉，用真侪时间过我感觉感谢上帝迄当时我去学习做伊的学生毋是干我一个。你看，即个相片顶悬就超过10个啊，是一群人做伙去学习。以前万捌安尼，就甲迄个时间拄好有一群人想要学即项代志，伊就互阮有机会跟缀伊去学习遮关于零售、关于顾问的要做法。即张图是2005年，即张图的人都较济啊，20外个，这全部拢是学生。你有看到我伫倒位吗？上煞尾排。上煞尾排，遮尔济人我记得，我迄阵去日本日本去东京去看迄个零售业大展，迄个规模偌大我记一个大家若有机会去迄个南港世贸世贸毋免去南港世贸，咱迄个信义路业世贸就好伊个规模差不多咱离信义路业世贸10倍，遮尔大，所以通俗讲一工是看袂了。我要分2工到3工，我时间真有限，我1工尔。哇，内底看了以后不得了，想讲日本人实在是真可取咱当学习，因为咱将一种行业做到遐尔彻底，因每一项代志都咱做啊真有，做啊想啊真济，真详细，所以迄届去出差去考察，对来讲是真特别的代志。讲较最近的因为时间有限，讲2023年，我分享这本册叫《壮世代之春》壮世代之春》因为分享这本册这影片的关系，我就接受邀请参加这个壮世代教科文协会。所以你若问我讲，我哪会去参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因看到我咧分享，发现讲我咧讲的，甲因想的真接近表示讲你讲了有准，表示你读较清楚。你的想法真正确，所以加入。所以他们讲我迄阵要来决定要加入迄个协会，毋是讲我看到这社会趋势多么伟大，毋是的。以前你做讲师、做顾问是你是去帮助企业替客户解决问题过我即马参与这个壮世代毋是想着客户嘛，毋是想着企业，是想着家己的。你来解决家己人生下半场的问题，所以你的感触会特别深会特别深。咱以前常常咧讲我年纪大，这袂做，迄袂做过咱会想一项代志，
上帝对咱的呼召，敢有因为年纪有啥物差别嘛？咱看三个，头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受召几岁啊？你敢有印象？75岁啊。摩西呢？摩西上帝叫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迄当时几岁啊？80岁啊。搁一个年纪拄较大的加勒，伊到85岁时阵，伊还讲啦，我还阁勇健。85岁还阁当话讲，伊还阁勇健，表示啊，有勇无？有啦吼。我即60岁发勇，无算勇对无？那80岁发勇哦，我真正是勇哦。所以简单讲哦，我做一个结论吼，就是讲咱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吼，信心比答案都较重要。大家有同意无？信心哦，咱定定要找迄答案，啊，我迄答案无拄离咱要找时会当出现，有时爱等嘛，迄答案爱等，啊，我等的即个详细，其实信心都较重要。所以我相信哦，人生毋是一条直线呀，为遮开始到遐结束一直线，其实毋是。咱的这个过程，大家拢有体验，拢是弯弯曲曲。按过啊，不管哪里啊，弯弯曲曲，拢是上帝真用心的这个安排。所以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害啊，即声失败啊，其实啊是上帝帮助咱转一个方向啊。有时咱讲啊，哪遐慢，哪延迟啊，其实啊，上帝你替咱做预备。有时咱感觉是失去啊，其实毋是，是上帝有另外的保守。所以咱煞要来看罗马书8章28节吼，咱读中啊吼，中啊迄节，迄是台语的吼。万项事来请，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对，即句话吼，毋是简单是个勉励吼，应该是真侪人生活诶生命诶见证吼。像我家己考试失常，成绩无好，工课会转换，甚至学习诶这过程诶中间诶即个努力、身体软弱种种来看，到即个时阵翻头看，遐个代志拢是过程，无一个是拍算去，拢有上帝伊好诶意思。所以咱无法度看到头前诶方向诶时阵，有一样真重要代志，就是讲信心比答案较重要。咱行伫即个低潮低谷诶时阵，上帝同在比顺境都较宝贵。所以最后毋望咱伫人生诶每一个阶段，都会当学习交托、学习感恩，甚至学习听候。因为你上帝诶时间内底，无一个阶段、无一个时间是拍算去。伊对咱诶计划，拢是有伊诶有伊诶好意毋望咱带着盼望继续行伫咱每一个人人生诶道路，也盼望咱诶性命会当成做别人诶祝福。咱三甲来祈祷。我的天父爸，阮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尤其帮助我即时精神真好，会当真欢喜，甲兄弟来分享。求你引带阮嘛相信你一直你带领引带阮，所以阮更加确信未来的每一天，你嘛要继续保守引带阮。阮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